家己一个人尔嘛吼。对啊对啊。啊，无紧，咱你迄个，就是敢若讲共款有害差啦，啊，咱先就无强调咱基本上，你主要后礼拜几工去拢对落啦。后礼拜几工对啊，反正我爱参嘛，我就2点，我爱参嘛，我爱做安尼，我爱做嘛，就是即摆关心咧看迄个国家事啊。院长就有咧看讲，你礼拜咧水，后礼拜咧水，啊，所以我歹势。Test, test, test. OK. 1、2、3。无浪，
各位兄弟平安，真欢喜咱个当家组织来敬拜上帝，请咱灭倒奏乐。若是保卫所，就是圣神，背着我的名所要找的，我要用平安留地互恁。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。我伫互恁，毋是亲像世间人互人的款。恁的心无伫逼迫，无伫惊吓，伊要将一切的事教示恁，佮要将互恁记得我一切所甲恁讲的。即条咱们来唱圣诗，圣诗第170首，圣诗第170首，恳求圣神感动阮心，捌主能力极深，你做先知，直情源头，互阮经验会到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一粒，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今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。罪会赦免，绝对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条咱要来启用伫圣诗后壁面，启用第9篇，请控知业。启用文第9篇，显着咱三角来启用。第9篇，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上主，上主。伊互人放伫大海的顶，伊互地放伫大海的顶面。啥人会上上主的山？就是手清气、心纯洁。即款人会受上主祝福。即款人追求上主。城门啊，着拍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，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？伊是百战百胜的上主。城门啊，着拍开。荣耀的君王要入来，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？伊是荣耀的君王。这粒，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弟兄，阮感谢你，你圣的主日，你搁召集阮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阮是你创造的，阮是你草场的羊，也是你的百姓。要用感谢入你的门，用懊恼入你的院，因为你是好，你的慈爱到永远，你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你是有怜悯、有稳定，搁无快快受气的上帝。你也将耶稣基督，你的圣子，赏赐世间，今若信伊的，无得灭亡，就得到永远活。耶稣基督，搁为着阮众人的罪，担当伫十字架顶来做救赎。当伊到上帝遐时，搁差遣圣神来引带阮，成做阮的帮助。因为圣神若到，阮就会得到才能，阮就会能力，就要伫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为主来做见证。当圣神伫阮的中间的时，你也允许阮人每一个人的运势，召集阮运用各人的运势，合一来建造教会，互教会有听，互人入伫遮来受主你的引带甲带领，佫会当认捌伫主你。你也保守这一切对头到尾的工程。当阮来到主你的圣殿，阮也要将阮的心神甲心灵来交托主你。阮的心中检采有逼迫，阮的心中检采有艰难，甚至有辛苦病痛，求主你也医治看顾。甚至阮也伫咧照顾阮年纪长大是大人的时，你的心也伫阮身边安慰阮。互阮会当无付出阮过劳的辛苦，佫会当用喜乐的心，佫会当认捌伫即个时间，你互阮有一个亲族的三角组织。对遮，阮会当学习做，阮会知阮的年纪、阮的年岁无多，阮要用智慧来经历遮一切。当阮来到主你面前，阮也要听主你的声，对牧师的嘴来讲出你奥妙的真理，阮会当照安尼行来尊叹主你的话。阮也少量阮坐无伫阮兄弟当中，
求主你纪念，无论出入拢会当得到平安，常时也祝福。今日来到教会主持每一个兄弟，阮安尼伫你面前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即条献诗，以扬即事要献的上帝的羔羊。感谢有杨执事用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我们上帝。这点咱要来看圣经，要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，咱要对第1节看到13节。使徒圣经第2章第1节读到13节，和合本164，汉语本135，现代英本186。显着我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第1节。五旬节期已经到，因拢聚集伫所在，
忽然对天有声，亲像大风在吹，充满因所坐规间的厝，就有伫分开的指出现，互因看见，亲像火的指照伫逐人的顶面。因拢受圣神充满，则开喙讲别样的腔口，就是照圣神所想述因讲的。迄时有虔诚的犹太人对天的逐国来的住伫耶路撒冷，即个声下去，众人自责纷纷乱乱，因为逐人听见因照因家己的土腔来讲，就拢戆影奇怪讲：恁看，遮咧讲的减无一概是家己的人吗？怎样听因讲咱逐人所出世的土腔啊？咱遮的帕提亚人、米泰人、兰人，较踮伫米索不达米、犹大、甲加帕多加、本都、甲阿西亚、弗里加、甲邦菲利亚、埃及、甲瓦古林内的卢比亚，遮的地方的人，甲对罗马来的出外人。有的是犹太人，有的是入犹太教的人，各地的人，阿拉伯人，拢听因用咱的腔口来讲上帝的大事，就拢戆影着答，甲三甲讲，这啥物意思？阁有别个踢笑因讲，因是啉新酒咧醉。咱圣经看到遮，即条咱要请牧师讲道。正道题目是圣灵的力量，咱请牧师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，所以咱伫今仔日的圣经信息分享。甲咱大大所读的圣经经文，拢是迄讲到即项事，就是第一遍的五旬节，上帝授予圣神互耶稣的门徒。所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先，咱先做伙压头的祈祷。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授予阮圣神，引带阮，保守阮，搁互阮会当伫时时刻刻感受到有主你的同在。所以，阮搁一遍组织来感谢上帝你的授予。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时间中间，也恳求上帝你的圣神。继续带领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会当透过圣经信息的分享，互阮无论讲的还是听的，都会当白白得到利益，得到造就。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是过偌济了后的第七礼拜。也就是咱教会每一年拢会过的圣神降临节。咱基督徒过即个节日，是根据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2章第1节到第3节，为着要纪念上帝授予咱圣神，并且互咱会当重新来反省圣神甲你我性命的关系。所以咱拢爱知影，毋是今仔日圣经甲咱圣神甲咱同在，圣神时时刻刻拢伫咱的中间。但是咱一年就利用即天，重新来思考圣神甲咱有啥物关系？圣神安怎改变咱？圣神也为虾米互咱基督徒甲非基督徒会当有一个分别？有无共款的所在？大圣咱伫
使徒行传2章第1节到第4节，咱就有看到，安尼讲五旬节的期已经到，因拢组织因就是遮个耶稣的门徒，因拢组织伫一所在，忽然对天有声，亲像大风在吹，充满因所在规间的厝，就有得分开的纸出现，互因看见，亲像火的纸，烧伫逐人的顶面。因拢受圣神充满，则开喙讲别样的腔口，是照圣神所授予因讲的。所以咱伫使徒行传所写的，咱有发现到有几项重要的。第一，亲像大风在吹；过来咧，亲像火的纸。咱知影风甲火。咱感受会到，但是风是啥物形状，火是啥物形状？当然咱火看会到，但实际上，咱细汉读册、读生物，咱拢知影，你看到火吼，莫挖伤近。为什物？火毋是拢有色，所以咧，酒精，这真常常咱会提醒讲咱若酒精点火。也是咧，咱知影汽油点火，无拄拄看会到，所以捌有迄个汽油车号汽油满出来，结果着火。有人咧热心要去拍火，看其实有真侪火是看无色的、无形状，你冲去咧，灼伤，瓦棍灼伤，因为实际上火在烧，咱看袂到。所以圣神也是同款啦，圣神，咱感受会到圣神的作用，咱体会到伊的功效、伊的快力。但是你讲圣神什么形状，无拄拄咱讲会出来，因为就亲像即个使徒行传2章第1节到第4节所讲到的，亲像大风在吹。大风吹来，咱感受会到迄个快力，咱感受会迄个改变。风吹来，咱感觉真凉，咱感觉即个空气的温度无共款啦。火倒起来，咱也是共款，感受到真烫、真烧、真温暖，但是咱无拄拄知影伊伫遐。但是咧，咱看袂到，无代表无存在。亲像即个西班牙的迄个抽象画的名画家即个毕卡索，毕卡索，伊捌讲过一句话，伊西班牙人嘛，所以伊讲我袂晓讲英文，无代表英文无存在；我袂晓讲英文，无代表英文无存在。上帝无所不在，你讲你无感受到上帝，迄问题在伫倒位？是上帝还是咱？你共款即个道理。大圣咱来看，五旬节是啥物？五旬的意思就是50。然后咧，五旬节是搬过节了后。第7个礼拜，佮加一日，迄叫7749加1等于50。这什么意思？大圣搬过节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，就是伫巴勒斯坦迄个所在，就是犹太人所住的所在，就是以色列人自古所住的所在。巴勒斯坦的秋天、冬天，拢是迄落雨，所以咧，落雨了后，土较酸、较软、较松、较软，所以咧，你若要野种，就爱伫即时阵，秋冬野种，然后咧，到伫春天、夏天。就会当收成，
所以搬过节就是春天，算作春天的开始。生产什么大马，然后过差不多50日了后，开始收成是啥物？小马、小麦。这两款作物，农作物就是犹太人上重要的作物。所以为什么讲到有搬过节了后，过无偌久50日，过有五旬节？这其实甲巴勒斯坦遐的农业有非常相关。这就是五旬节的重要性。五旬节希伯来文就是 Shavuot， 对伫希腊来就是七的七，真侪七，就是七的七，七礼拜的意思，七个礼拜的意思。五旬节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，都讲到收成过来咧。就是讲恁申命记16章第9节到第11节，这是和合本。恁爱对收割迄日开始，都讲到搬过节的时阵，就是收成啥物大麦、大麦，算7个礼拜就收7一个收获节，收割的日的节。丰收的节，对伫上主，恁的上帝表示尊敬。恁爱照着伊所收束的收成，带着恁自愿献上的祭物来献予伊。恁爱甲恁的囝儿查某囝罗伯、鲁比，搁踮伫恁城内的利未人。外邦人、甲孤儿寡妇，伫上主恁的上帝所定着的敬拜的所在，做伙来庆祝。这咱看出啥物？两个意义，一个当然都有讲到，收成了后，全家团圆，做伙来对上帝的收束献上感恩。但是咧，若干那安尼，甲咱的中秋节毋是差不多，全家团圆，然后咧，感谢、保庇，那安尼敢若做一半，不只是对伫上帝所收束咱的献上感恩，阁爱用疼心的行动，扩大到关怀遐个需要关心的人。所以多咱看到罗伯、鲁比、外邦人，搁踮伫城市，做甲咱踮伫伫恁城内的利未人。咱知影利未人就是以色列的12支派中间，敢若利未人无分配着土地，所以因是专职伫圣殿咧服侍。过来咧，外邦人、出外人、孤儿寡妇、罗伯、鲁比、无财产的利未人，过来咧，出外人、孤儿寡妇，这就是古代的弱势团体的意思啦。所以上帝爱以色列百姓。感谢上帝收束以外，阁爱去关心着伫咱四周围的遮的弱势的人，这就是关怀的行动。所以出对对上帝收束咱献上咱的感恩，咱阁爱扩大去照顾着所有的艰苦人。这就是五旬节的意义。
当然，为什么上帝透过摩西爱互以色列百姓知影？因为以色列百姓以前也捌伫埃及做艰苦人，做奴隶，这就是五旬节的意义。但是讲到感恩，我就想到一个故事。咱知影啊，日本话欧米亚给什么意思？伴手礼啦，吼，伴手礼。吼，有听过一个故事啦，吼。有人哦去日本去佚佗，去北海道，北海道上爱什么？奶制品啦，吼，所以白色恋人的迄个巧克力，真欢喜。赶即个欧米亚给带转来台湾，四过送互好朋友。但是咧，有一个朋友收到即个白色恋人迄个巧克力，伊讲啥物？即摆百货市场拢会卖啦，毋免啦，客气，这客气。但是咧，即个专工去日本北海道去机场，佮买包装真水的白色恋人回来的人，安怎？心中真受伤啦，心中真受伤。用这反面的例来讲，什么叫做感恩？什么叫做感恩？感恩就是表达咱的心意，我感谢。毋是拢评论讲这保险公司俗俗啊啦，哇，那安尼吼，这朋友都交袂成啊啦。有时阵吼，咱真做基督徒，对伫上帝的手势，咱敢有可能也亲像这用社会的例，你就看讲，什么叫做感恩啦？什么叫做感恩？也是讲。专工去彰化市上出名的什么不二家的蛋黄饼，迄排队要2-3点钟，甚至有时阵排队半日阁无拄排会成。带转来台北送你，你讲什么？阮台北人拢食宝泉啦，会当讲朋友都无去啊，有时阵咱爱想即个。感恩的意思，咱伫教会讲感恩，感谢上帝。咱敢有时阵连对待朋友拢不如，咱对待朋友至少安怎？咱收落来，无毋对啦，不二家吼，可能有较油啦。中华的口味就较油嘛，你会当安怎？多谢2字就无代志。你若佫讲这足油啦，阮台北人是食宝泉啦。你朋友会感觉啥物？真受到伤害，真大的保全啦，台北保全那百年老店啦。这恁兜附近的迄个百年老店。我意思讲，对上帝的感恩是啥物意思？有时阵咱就想，莫想甲伤过深的神学。有时咱就想讲，其实咱平常时咱做人的道理就是安尼嘛。感谢2字，然后咧，你若讲是今仔日美食节目，请你去评论，你较来讲。我感觉不二家较油，然后咧内底迄个牛奶的味真重，然后大家家己拍婆啊。但是那人情世故咧，感谢就好，这是题外话，临时想到这个故事，录影这五旬节的意义，感恩，然后感谢上帝收这么疼咱，所以咧，咱也用同款的疼。咱福建人拢会当白白来领受着疼，所以咱关心着咱四周围需要关心的人。所以咧，咱就思考着为什么上帝手术圣神是
伫即个遮尔有意义的五旬节来守护圣神。第一，上帝的守护；过来咧，当然咱感谢，佮有真深的意义。吼，诗篇29篇，真类似第70到第11节，耶和华的声音，互火焰熏彻。耶和华要守护溃烂，互伊的百姓；耶和华要守护平安的福气，互伊的百姓。上帝显现守护咱圣神，要互咱来得到溃烂，过来咧平安。所以，上帝守护圣神和耶稣的正文图，就是用即日五旬节。然后，耶稣的正文图得到圣神充满了后，因的表现是啥物？因的改变是啥物？伫《使徒行传》2章所讲的，因的表现、因的改变，就是开喙讲逐款的腔口，咱讲方言。当然，咱若信即个规本圣经来看，方言有两种的意思。受圣神充满讲方言有两种意思。第一，讲到别族、别国的语言；第二是天使的音语，天使所讲的话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使徒保罗伫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，切切的提醒咱的就是，咱基督徒讲方言，必须爱有同款圣神恩赐的人来翻译，才会当利益众人。若无讲方言，对人无利益。是啥物意思？无论是别国的语言，嘛是爱翻译，咱较听有；天使的语言佫较是嘛，嘛是爱有同款圣神恩赐的人来翻译，讲啊，这是啥物意思？所以，咱对伫即个《使徒行传》2章的记载，咱就有特别看到路加安尼记载，讲这会对外地转来耶路撒冷，要来守五旬节的这犹太人，也是这会改信上帝的这个外邦人，因听见耶稣的正文图，圣神充满了后，因竟然讲因住伫逐所在的方言、别款的腔口，因哇，真正因感觉真奇怪、真戆影。但是咱若对这个人所讲的戆影的中间，是包括因感受到哇，阮的话，阮伫外地所讲的话，恁竟然会晓讲。迄款的迄亲切感，迄款的感受到同胞的接纳甲包容。虽然讲住伫无共款的所在，但是因为圣神，互遮个外地来的、外围来的，感受到受接纳甲包容。我想咱嘛。长期住伫外地、外国的，应该拢有即款感受，亲像你若搬去一个真少台湾人的所在，无论是南美洲、美国、加拿大，也是欧洲，你突然中间，你可能去超级市场买物件，也是伫公园内底散步，远远听去有人讲台语。你就确定这台湾人。然后咧，我想
10个有9个拢会去小借问一下，讲啥物？啊，你台湾人吼，你住倒位啦？我嘉义人，我台南人，我台北人，我台中人，我中华，我屏东，然后咧加减来安尼伫遐开讲一下，亲切感，迄款听着讲我的语言的亲切感，这着讲着圣神迄做工上明显的，就是愿意接纳甲包容。所以圣神同在的教会是一个愿意接纳无共款意见、无共款人的信仰团体。圣神充满的基督徒，也应该会尊重别人无共款的想法。就算无同意，但是咧，无同意就无同意啊！哪有需要讲伫遐发脾气？哪有需要讲伫遐大家无爽快？无共款就无共款嘛。然后咧，无拄拄无共款的中间，你讲的有道理哦，你做的无拄拄较好哦。圣神伫第一遍的圣神降临节，就亲像《使徒行传》2章所记载的，通过圣神，咱基督徒才会当真正得到合一，就亲像耶稣正门徒受圣神充满，第一就是开喙讲达所在的腔口，互遮的四散的人转来耶路撒冷来敬拜耶和华、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因感觉到亲切，感觉到包容，感觉到接纳。所以，当圣神临到耶稣的门徒，因得到的恩赐，就是逐人用无共款的语言。过来咧，上重要的，毋是讲别款的语言就好。上重要，因是咧宣扬上帝的伟大，宣扬上帝的伟大。因为安尼，讲无共款语言的人，拢会当有迄个机会来听见福音，来认捌上帝，也会当来领受上帝的主爱甲恩典。所以有真侪教会即摆拢真厉害，台语做礼拜，华语做礼拜，甚至阁有英文，台北阁有讲日本话的人，阁来咧，有原住民的话，有啥物？嘛有客话，嘛有啥物？即个咱即个移工，即个国外的移工，外籍移工会讲的话，印尼话啦、越南语啦，泰国话，咱台北市嘛有一个泰国话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讲泰国话，就是即个意思，用逐款无共款的腔口来宣讲上帝的荣光，互更较侪人来有机会听见福音，来认捌上帝。所以咱就来看使徒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2章第4节到第7节所讲的，恩赐有侪款，却是共一位圣神所授予；事工有侪款，却是共一位主所授予；工作有侪款，却是共一个上帝授予，互每一个人有工作的能力，为着互大家拢得到好处。圣神伫咱每一个人身上所显现的，也拢无共款。所以，若用安尼即个角度来看，亲像耶稣的正门徒领受圣神，然后咧用无共款的腔口来宣讲上帝的荣光。若用即个角度来看，也无使徒到敢毋是讲，
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即个时刻上时有侪语言，用侪语言上时咧做礼拜。咱拄仔讲嘛，台语、华语、英文、泰国话、越南话、印尼话、日本话、客话，阁有逐款原住民的语言。那用即点来看，啥物人阁会当阁伫遐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无圣神？用即点来看，用使徒行传2章来看，其实咱早就是有充满圣神啊。所以圣神的气力是啥物？咱的题目讲圣神的气力。上帝呼召有无共款才能，有无共款想法，甚至个性拢无共款的兄弟姊妹做伙组织，互咱会当彼此来同工来合作，为着啥物？为着互众人得到利益。然后咱真正领受着圣神的充满，就是爱用圣神互咱的温数，咱是要见证上帝的权能，是为着要互更较侪人来领受上帝的慈悲疼痛，就亲像上帝授予互耶稣的门徒，是讲逐款腔口的温数，互因会当来接纳包容，甲家己无共款的人，共款圣神也是持续运行伫咱基督徒的中间，互咱有得到迄个合一的基础，所以愿咱拢会当伫圣神的带领下面，咱就亲像耶稣的正门徒，有更较侪的包容，更较侪的关怀。咱毋是干那看到家己的需要，咱是看到众人的需要，更较重要。咱是关心着上帝的荣光，上帝的疼痛，敢会当透过咱所讲所做来大大显明。咱做伙额头来祈祷，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，愿满心感谢你授予阮圣神，互阮持续来得到改变。愿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亲像初代的耶稣门徒同款，领受圣神，就会当运用你所授予阮的恩赐，来互更较侪人听见你的荣光，认捌着你的疼痛，你的恩典。也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持续伫阮的中间来运行，互阮会当去引着阮四周围更较侪遐个心灵欠缺的人来就近你，对伫你来白白领受着恩典疼痛。愿将阮互主你来引带，愿主你的圣神持续做工。愿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煞接是咱要做伙来收圣餐，咱做伙来吟圣诗365首，咱吟第1节、第2节。
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记纳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记纳规五亿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耶稣讲：恁记纳着我担重担的，着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安息。耶稣阁讲：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，我断袂枵；信我的人，永远袂喙焦。就近我的人，我决断无去杀伊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恁做伙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说的圣餐的话，就是照着使徒保罗所讲的。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。迄暝有摕饼祝谢，来爬伊讲：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捧杯讲：即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记若啉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，有摕饼祝谢，所以咱伫伊的名，照伊的模样，咱大声做伙祈祷来感谢上帝。充满慈悲疼痛的主上帝，阮即马要照着你的命令，阮摆设即个宴席，阮要纪念你所收赐阮即个永远的祭司。阮伫遮谦卑求你，找圣神来圣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。你的圣神也圣别遮会摆列伫你的面前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领受这一切，对着神来有份伫你的身躯，甲你的保护，也会当对着你恩典的帮赞，互阮一灵拢得到你圣神的培养，也互阮会当伫你的恩典的中间，阮持续来成长，互阮通荣光你的圣名。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：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请服侍的长老来分饼。咱来吟圣诗365首第3节。即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所拍破的，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，咱做伙来领受。
主耶稣讲，即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，记若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请捧杯的长老来到头前。咱做伙来啉第三节，第二节第三节，第二节。即个杯是新约，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，伊若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咱做伙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做伙期待。咱做伙按头来祈祷。有所不能的主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听遮尔大，你予阮通领受伫你的圣餐，予阮的灵魂会当透过即个真活的食物来得到培养，佮予阮通明白。就是你听阮，你看到阮，也互阮会当知影，阮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，也因为阮是同一个身躯的机体，你也互阮会当做伙来领受你的祝福，互阮会当得到合一。也互阮无论大细、老幼、男女，愿都白白成做你永远的国度的后裔。请阮的主上帝，阮搁一遍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来接纳阮。佮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持续即个圣洁的交通，互阮时时刻刻通荣光你。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请长老来头前。咱来准备来受杯啊！
一条，咱来唱回应的诗，圣诗193首，圣诗193首，上帝所赐换命的话，奥妙圣经铭记，不人捌主，互人知罪，恩典明明指示，假是咱主旨意，诚心来服侍伊。上帝话换命的话，智慧奥妙极大。上帝话换命话，带咱得到永活。请咱起立，吟全首。上帝所赐换命的话，奥妙圣经铭记。无人捌错人在罪，恩典明明指示，无人捌错罪，诚心来服侍，上帝的话，换命的话。智慧奥妙极大，上帝的话，换命的话，带咱得到永活。叫做耶稣真理的话，奥妙当极趣。天团地的互人挽回，正做地顶国民，阮人地叫罪人，承受救助怜悯，上帝的话，换命的话。上帝的话，换命的话，带咱得到永活。真道换命福音演下，万民欢喜来舞。圣经上甲真道上听。心变我的主，赦罪平安安息，愿跟我命人哦，上帝的话，我命的话，智慧奥妙极大，上帝。我命的话，带咱得到永活。请坐，这条咱要来奉献，咱请民兵甲唱的词来书献。
坐。即条咱来报告，咱来看报告事项。咱本日是圣灵降临节，礼拜中咱也有共修圣餐。第二项，下主日5月31礼拜后要召开中职会，咱请中职老部。咱5月份的庆生会要延到6月底，到6月会来联合来举办。所以伫后礼拜5月31号讲完，咱有共款有爱餐吼，请咱留落咱的时间来了，还要开中职会。第三，7月七圣中会北山区中仑教会将伫5月31下主日下晡3点举行，然后并且牧师上任第5任牧师17礼拜。第四，请教会兄姊妹踊跃出席每礼拜5暗下7点半，每周圣言宫会读经会查经。第5点，需要牧师探访甲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，请牧师甲会长甲教会中职来安排。第6点，咱后周的主日礼拜的讲道经文的内容，咱家己来看。咱来看倒边，主日礼拜上午10点，圣歌队是上午8点45。咱拜5的圣言宫是7点半查经。咱拜6每过一遍。咱来看圣工的事项。咱今日交代是文龙兄甲宪宗兄，插花是秋妹执事，清扫是名誉长老。咱后礼拜讲到讲牧师、书花、秋妹执事。苏金牧师娘领唱杨长老、书宪、御用执事甲民兵执事。咱交代是宴庆祭说文，插花杨长老，清扫是秋妹执事。咱顶组的人数甲奉献，咱家己来看，若有错误，咱请加过价来订正。咱来看正评。下面下咱本章金句用呢2章28节。了后，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予见有肉体的恁的囝、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，恁的老人要得到名望，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。请，咱要用我的神降落予见有肉体的恁的囝、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。恁的老人要得到名望，恁少年人要看见异象。我的神降落予肉体的恁的囝、查某囝要做先知讲，恁的老人要得到名望，恁的少年要看见异象。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做异象。约珥书2章28节，这条咱要讲述咱互相来请安平安。这是咱要来唱圣诗396首，圣诗线咱吟诗线咱要请牧师来甲咱祝祷。圣诗396，担备煞花求主赐福，咱心中上快乐。大家结连亲爱互助，欢喜军队主脚步，对主脚步，对主脚步，经过旷野主带路。请咱起立，咱吟全首。担备煞花求主赐福，予阮心中上快乐。大家结连平安互助，我的光对主脚步，对主脚步，对主脚步。
天归空有主传路，阳光冠变归主生命，中关心这边行行，天内安保宝贝修行，谁的为主最干净，最主干净。所修用我那个，我所想的做本尊，我可做梦，温的梦，温的梦，我当充满红色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做伙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大无煞。阿门。